乡亲啊，明仔载有好天气，会当去看花哦。台中武陵农场有桃花园，5公顷外的这个桃花开甲停水。啊，若云林岛南的塔里木文化园区，四叶藤这种的花嘛咧大开，都像这个桥仔式的水墙同款，真梦幻。 一看过，和一般的行人差不多悬的桃仔树开始咧开桃花，规个山头拢是粉红色的花海，桃花园的毕竟都伫武陵农场。粉色、桃色的桃花看起来真水，武陵农场的桃仔树种的面积有5.8公顷，樱花规个熟了后，刷落来是桃花季，游客专工上山看花。刚好碰到这个桃花盛开啊，很漂亮，然后运气很好，天气好。 又不会太冷，不会太热。看桃花上好的时间伫3月底到4月中，若想要有桃花，会使来一场桃花旅行。逐次绽放，一直会到下个月的中旬。到了7、8月就会成熟，结成甜美多汁的水蜜桃。趁着走春的时候来看漂亮的桃花，而且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桃花运哦。毕竟，还有云林岛南的塔里木文化园区。 紫白色的花蕊开甲真水，搁变做一条伫磅空的花浪水墙，看起来真梦幻。游客摕手机啊，一直来翕，想要翕上水的画面，像这种紫色的花蕊就叫做四叶藤。其实花期它都是在2到4月的时候会盛开。那最近爆很火，是因为有一些网络的部落格，他们部落客那或是网红，他们刚好有看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来拍照。 紫色的花蕊随风咧摇，开满四叶藤花海毕竟都伫云林岛南的塔里木文化园区，因为是免钱参观，只要是拄着休困日，就会吸引袂少游客来。若想要看花，就要豪华把握休困日的好天气。即马嘛拄好是花期开价上水的时间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